文山苗族街探店之太古品记。品记的设计师呢，是一个经过专业服装设计学习的一个苗族帅哥。他的设计理念呢，非常前卫的一点是，他能够结合传统的理念，再结合非常前卫现代那种 T 台走秀的风格，设计了很多现代款苗装。这个苗装呢，在这个文山地区啊，也因为它的这种独特的风格，它也被誉为文山的老佛爷。毕业以后，他就回归到家乡，专门开了这一个品牌店。当然，他的品牌店也在文山，还有全国各地也是备受欢迎啊。很多那个时装周也会专门邀请他去进行参展。就是我们太古品记家的民族风现代款男装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像他用的这个都是很珍贵的手工蜡染，然后呢融合了我们的这个西装的样式，设计成了这种非常时髦又现代的我们的这个时尚男装。这件呢就是我非常喜欢的手工蜡染的一个 T 恤和汗衫，风格样式都有很多那种现代化的元素，非常有点朋克，然后呢又西方现代化的这种格纹感，而且又有民族的这种传统的这种理念在里面。作为一个女生，我真的是对这种服装也爱不释手，要不要上身给大家试一下看看？我感觉这样的小 T 恤汗衫啊，女生穿起来也很有休闲的感觉，适合中性风。原来我们的苗族蜡染呢，一般都是做成百褶裙，把它叠在我们的裙子里面，平时是很难看到的花纹的。那现在我们的这个蜡染，它把它展开来了，就可以看到上面的无字天书。那我们的太古品记品牌把它换了一个创新的做法，把它做成了这一种马甲的样式。那这种马甲的样式呢，又非常适合我们现代日常出去穿着。那我感觉这个也是蛮适合我们女生做中性风的穿搭。我来穿一下试试看。小野哥，我看你店里有这么多好的作品，你自己最喜欢哪一套呢？像这种简洁款的西服，我还是比较喜欢。简洁款？对，就是我自己也很喜欢穿。哎，我看这个是没有领子的，对，就是无领的设计啊。还有一个是不对称这种拼接的，这个男女同款。哦，对，男女同款。对，是的。说明我也可以穿，是不是？对，是的，很酷飒的这种感觉。这个就是我们的婚服系列。然后我是在想着呢，是我们要结婚的话，那金黄色和红色是必备的。然后这样的搭配，它会显得比较简洁，也比较大气，然后也很喜庆。